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们来开启咱今日的共读圣经。开始咱们来请苏清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的保护，你写做讲永远无改变。天父，阮感谢你，你的应允，你的立切，你的公义甲慈爱，永远无改变。圣神，阮感谢你，也求你引带阮，使咱牧师有好的体力、好的智慧，互伊会甲讲解会当伫短短30分钟，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有好的吸收、好的领受，请做阮一天跑走天路的开力。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咱今日要读的是第9讲，是希伯来书的第6章13节到20节。咱们来请洪慧小组长带咱大家来读。来，咱来读希伯来书第6章13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既然无比伊较大的通立世，就指本身立世，讲我一定要赐福互你，要加添子孙互你。亚伯拉罕熬吞忍，所以有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人是比即个较大的来立世，嘛用立世做担保来解决因中间所有的争执。上帝爱遐个承接应允的人，较实知伊的计划袂改变，所以用立世来保证。第18节，伊的应允甲立世即两项拢袂改变，因为伊袂讲白贼，互咱遮个刀片去求伊保护人，会当得到真大的激励，通持守迄个伫咱头前的愿望。19节，咱有即个愿望，亲像性命的定，趴伫圣所帐里的内面，安全可靠。20节，耶稣为着咱做先锋，已经入去遐，照麦基洗德的班次做大祭司，直到永远以上。好，感谢咱读这个希伯来书，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伫第4章到第5章的时阵，咱看到这个作者伊来将耶稣形容是进入天顶的大祭司，因为伊对天来也去到伫天顶，伊当同情咱的软弱，伊也甲咱共款受试探，所以咱当好打来到上帝是阮宝座前来得到怜悯。得到稳定，对咱及时的帮助。这个大祭一般伫人世间的大祭司是要来为着百姓来侍奉上帝。这个大祭司家己也是软弱的，但是伊爱为家己的罪来献祭。总是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伊通过大声祈祷、流目屎，对谦卑虔诚得到属足来上帝来听耶稣大祭司的祈祷，也对耶稣大祭司伊的受苦。来学习顺上帝的旨意，无照家己的意思，也诚做人所有人得救的永远得救的根源。咱读的是伫即个对第5章11节继续讲到即个道理，耶稣基督诚做大祭司，也是麦基洗德即个大祭司的即个道理呢，是应该遮犹太人早就应该爱知影，但是因听到无听入去，所以因袂当去明白迄个仁义的道理，因为对麦基洗德无明白。麦基洗德伊的意思就是讲仁义，也是公义的君王。但是这个仁义的道理呢，麦基洗德这个道理呢，因袂当分辨，因个食你爱人来饲，总是这个作者可肯遮的收配的人。爱离开这个道理的基础，爱正教伫神圣，毋是只有将耶稣基督明白伊是这个定实的价，伊对死过活，爱知影这个道理对开始的遮的
悔改信靠上帝洗礼换手礼这个代志咧，就要继续的爱进亲，看耶稣基督有不同的面向。知影明白耶稣基督是上帝囝儿，伊也是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安尼才会当加做一块地，咱的心如同那个耶稣撒种的比喻，也迄个好的经济，会当来结出果子，有30倍、60倍、100倍。但是咱的心有这个耶稣的道理，但是无甲伊修剪，无甲伊浸做，无甲伊压水。结果拢生这草气的时阵，安尼这个地就是爱等候会来修，所以最后就是爱来考肯咱遮的学习耶稣，通过信心忍耐来承接阿伯拉罕上帝应允的人，就是爱知影咱一直咧进步，这个学习是一直咧加添，不要只有原地踏步。不管是过去、现在所做一切呢，拢是为着主的名，爱有这个热心，爱坚持到落尾。所以咱的经句是6章的10到20，所以咱唔通停留伫基督初步的道理，要追求信息，无搁再干那脱离死的行为，甲信上帝，结尽力礼，甲按手礼，使人会过活。甲永远的审判顶的假是在拍基础，讲到6项所以离开基督新的道理，这6项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里使人复活，永远的审判。这6件事是咱明白耶稣的时阵，咱所得到。这是伫犹太信徒、犹太教内底，伊未去学习到这个功课。但是学习到耶稣这个功课呢，第一课悔改，就要进到最后一课永远的审判。所以这个懊悔死刑，互咱死的这个行为呢，爱悔改，就是离开道理的开端。信靠上帝，就是爱努力进入到新设的所在，成熟的地步。但像的洗礼，就是通过这个洗礼，互咱成做上帝厝内底的人。不管是旧约还是洗礼约翰耶稣，还有这换手的礼，互咱成做上帝厝内底的什么管理者，因为你就是被受职，你成做一个管理者。然后四人个话讲到的是，咱要对上帝的对象的厝，地上的家就是教会，要去到伫天顶，上帝给你的人，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永远的审判代表什么？通过这个审判。咱会当成做上帝天顶给你的这个管理者，所以咱会当把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这个概念继续来应用伫这个所在，看到这个步骤，嘛是互咱会当做一个上帝厝内底 member， 做是这个 member 嘛爱变做 manager， 就是爱管理、爱贡献、爱付出，总是伫咱所讲的。咱若是住伫即个真道耶稣基督即个道理内面，咱就无搁对第一课悔改，一直悔改，搁再悔改。意思是讲，咱信主遮久拢不停地悔改，无进步。但是咱若弃杀耶稣基督的道理，安尼最后咱就加做迄个趴远的地，趴远的参拜，袂当互上帝搁再使用，就要照放火来烧。所以这是。甲耶稣讲的，也是启示录所讲的是同款。这个然后后壁讲到5个这个4节到6章4到6节，就是咱悔改是因为咱得到根来救，亲像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上帝有根救伊就开始悔改。然后信靠上帝，就是因感到捌到这个上天顶稳定的滋味，所以伊对上帝更较有信心。知影安怎样，无靠家己靠上帝。6款的洗礼，包括水的洗礼、火的洗礼、圣灵的洗礼，这嘛是伫信心的中间与圣灵有份哦。然后换手的礼，就是谈到这个上帝维护的这个甜的美味哦。因为咱知影，咱越服侍越甘甜。为什么你会服侍？因为你有这个。上帝换手伫咱的心上，
互咱去做上帝的工，好，所以越服侍越甘甜，就是有这个美味。西人的各官尝过来世的全能，永远的审判，就是互咱无搁等到第一刻，互咱进入到迄个永远甲主权。所以伊咧讲就讲，咱无可能搁真心悔改，无可能搁将耶稣定死入地，嘛无可能来互上帝见笑。这是伊咱昨所读的。今日咱要继续看的是伫这个更美的祭司的第二个部分，警戒持守盼望，以免被废弃。中间的这个第4小点，上帝应允确实通可靠。明天咱要看是第7章，这个要跟麦基洗德、美基西德来做一个关联。最后会在第8章来1到13节做一个结论这段的结论。所以咱看今日这段耶稣的应允安怎确实，安怎可靠。上帝讲的话，甲耶稣已经来啊，甲耶稣将来要过来，这个话讲有真正的有影的吗？第头一个就是13、19、15、10，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伊是已经上帝有启示伊有咒抓。要咒抓，甲啥咒抓呢？爱比家己较大的咒抓，但是无有比上帝较大的通咒抓，所以也上帝用家己的名来咒抓。然后亚伯拉罕伊相信上帝的应允甲咒抓，最后伊得到上帝应允。16、19、17、10是讲人只比家己较大的咒抓来做一个证明。我用这个用我的老爸的名来证明讲我所讲的是真的。用我阿祖的名，用我祖先的名，还是我用这个比家己较大的讲你若无相信，你去找这个比我较大的，伊会当解决咱的问题。上帝为着要对人显明伊的旨意是无改变，所以上帝也就专互人会当理解伊所讲的是真的。18章讲上帝应允甲上帝就专是袂当改变的，这讲出来就要遵审，成为在法庭上面的证据。所以咱伫去到法院，这个物件当黑白食，话袂当黑白讲。去到伫法院的时阵，搁较袂当黑白讲，因为迄种古早是书记官会拍字，呈堂证供，即马录音，即马搁录影，所以你若讲的无负责，拢甲你录起来。上帝伫因为代志嘛共款，是互咱讲上帝讲的是讲真的，毋是咧讲假。19、19、20、10讲，咱的5万亲像灵魂的钉锚，这个锚就是船仔的这个锚伫海底。然后呢，互咱坚固可靠，这就是这只船仔即马就固定伫这个所在啊，伊袂搁去到伫别个所在啊。而且亲像透过麦基洗德的大祭司耶稣，直接穿过这个寄信所这个布帘，会当进到伫上帝面头前。所以这嘛是为着明仔第7章来做一个引言伏笔啊。所以咱看这4个部分，13、19、15、10，上帝为什么要救抓？伫这个开始呢？这10个开始有一个因为，所以这因为其实这原文内底有啊，拢是咧将头前的代志，搁接伫这个所在。所以读圣经就是爱不要断章取义唔通今天读的跟昨天读的没有关系。所以这嘛是为什么咱爱伫复习，就是互咱会当知影这个意思要怎个连起来。这个连到伫后壁去啊，后壁讲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甚至连到后壁11章开始的这信心的英雄，因拢是为着这个代志，得用因的信心来亲像耶稣大祭司，来忍耐到落尾。再讲上帝无一个比家己较大的咒抓，就是上帝伊袂当只比家己大的来咒抓，是不能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所以伊的咒抓，伊甲家己的存在是同款确定的。就是上帝讲的话，伊要咒抓，就是伊讲的本来就是真的，伊无需要个咒抓，伊的咒抓毋是为着伊家己，是为着听的人，听的人更较有信心。所以这是伊用家己的存在来确实支持上帝家己。即马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什么话呢？就是伊要做事互亚伯拉罕，
互伊的雨会大大增加，这是第14节的所在。阿伯拉罕呢，因为听上帝的应允救抓了后呢，伊就耐心等待，就是经过这耐心等待，最后有得到无？有，所以咱现在来看阿伯拉罕，伊到底上帝互伊什么款的应允？这个得了那应许买当该说应许的应验吗？上帝讲的话，成就啊，真正发生啊，所以不是讲假，上帝是讲真的。我相信，咱真侪拢有这种的经验，用一个半信半疑甲上帝祈祷，最后真正来发生，这就是应验啊的时阵。上帝因为阿伯拉罕伫创世纪对12章开始到22章的所在，至少有这5届以上5次以上，简单分做5次。这5届呢对照来看，对创世纪12章的开始，迄当时阿伯拉罕是75岁，75岁时上帝就甲伊讲，你就要离开你的爸甲你的祖家本家。去到上帝要带你去的所在，然后上帝开始应允啊，我要互你成做大的国家，要互万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然后我要将迦南迄个所在来赐予你哦。75岁时阵，然后这是创世纪12章2章第20到第7节的所在，13章阿伯拉罕80岁，差不多是80岁了，差不多在80岁左右。上帝佫甲伊应允，另外佫甲伊就抓启示讲，上帝要赏赐阿伯拉罕的后裔，亲像地上的沙土遮多。然后伊来到迦南地啊，这个所在，伊所行到的所在，全地上帝拢要赐予伊。这然后15章的时阵，阿伯拉罕是85岁。85岁时阵，上帝爱伊伫暗时啊，对伊的长病出来，看天顶的星。上帝甲讲，我要互你的后裔亲像天顶的星遐尔侪。然后后壁嘛讲，我们要赐你这块地做产业。75岁到85岁这10年中间，阿伯拉罕无有任何的囝，伊嘛无有任何的地啊，嘛无有这个地，伊阁是迄个罗汉卡就是单身不是，伊有结婚啦，是有结婚，但是无囝，然后嘛无土地，拢是过这个住帐篷大概拢在露营的生活。17章的40到80到19节是阿伯拉罕99岁。迄届呢，迄年呢，上帝佫一届出现，甲伊应允讲，我要互你做侪国家的老爸，这是24年前讲的。然后我嘛要将这个迦南的全地来赐予你，佫要赐你一个囝叫做以撒，连名拢甲伊好好啊。阿伯拉罕伫85岁就有信心，伊就信上帝，上帝就称伊做义哦。但是这信上帝的话，14年以后，同款无发生，无有成就哦。尾啊，18应该是21章，还是22章的时阵，以撒才出世。出世了后无偌久，22章的16节，毋是无偌久，出世一段时间啊。这阵阿伯拉罕呢，应该是136岁。应该啦，不是真准，但是呢，上帝佫一摆甲伊显现讲，我要互你的后裔大大来增加，亲像星，亲像沙，万国要因为你得到福气。17章的时阵是以实玛利已经出世了，但是上帝讲，以实玛利毋是要做你的继承人，你的囝才要做你的继承人，你要有对你的某来生一个囝。136岁的时阵，上帝爱阿伯拉罕献伊的囝。将这个以撒已经拢大人啊，甲伊掠去山顶，掠去台，来考验阿伯拉罕的信心。但是阿伯拉罕迄阵虽然有2个囝，但是呢，伊也无有土地哦，迦南地阁无半条剩伊的，所以迦南地点时才开始剩伊的，这就是等到伊的某撒拉过身的时阵，伊才去甲赫人用400舍客勒的银阿伯头一块地。所以咱看到这个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讲的，伊用遮久长的时间，对75岁到阿伯拉罕是170岁来过身。这个过程的中间呢，上帝考验伊的信心。第2段总是阿伯拉罕耐心，互上帝话会当来成就啊。
第二段是讲人的咒抓是安尼用指甲去较大的，但是上帝伊无较大的，但是伊嘛要咒抓因为伊要互人相信伊讲的话，所以伫即个16节和本犯罪，人用咒即个启示只作为保证所以现代中文、现代台语和修本拢已经改即个字就和本翻为作为实据就意思是做保证无人出来做保证，安尼就会继续争论，所以这个争论就是讲否认的意思。你这个咒抓无人甲你证明会当成就总是呢，上帝愿意为着心食应允的人，更较有力显明伊的旨意袂改变，所以上帝愿意就是上帝定义，上帝决定，所以伊安怎做，伊的旨意袂改变，旨意不可更改，袂使讲出来的话无要搁改所以这是咱信上帝一个最要紧的原则。上圣经的话无要搁改圣经所写的袂当改。所以咱就是爱去抓条迄个圣经的应允，18节讲着，通客有2项袂当改，就是上帝应允甲人的咒抓，这袂当改。伫遮的代志，上帝袂当白插，所以上帝咱要去到伫上帝遐人所，上帝应允下面的人，咱都会当得到激励所以2件不能改变的事情，就是上帝应允甲上帝咒抓这个咒抓对上帝来讲是假的，根本就无需要，嘛无有存在，但是为着人，上帝愿意来咒抓。上帝袂当讲白插，就是讲伫应允的代志、咒抓的代志，上帝袂当白插。所以咱就爱持定，就是爱抓条这2点，才会当得到激励，得到鼓励跟安慰。大得勉励是强力的鼓励，这个给咱注一个强心针同款，互咱的信心更较坚强不管什么环境咱拢抓条上帝应允，咱就袂改变咱的信心。这个得勉励的得的时态，讲继续获得，所以迄个得不是讲一概念，不断有信心，所以咱的信因信称义，迄个信呢，也是一个持续式。因着持续的相信，就持续被上帝称为义最后19到20节讲咱的望这个代志呢，真做咱的望所以19讲咱就这个望这个望就是咱抓条上帝咒抓上帝应允拢在指耶稣这个人甲耶稣的身份，伊就真做灵魂的锚，是坚定牢靠。然后咱看到耶稣伊嘛已经去到伫亲像大祭司去到伫天顶的至圣所，甚至嘛已经通过迄个至圣所的迄个帘到伫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将咱的基督带到上帝遐去灵魂的锚嘛是生命的锚通路就是不断的进到至圣所所以大祭司是1年去到伫至圣所一届，但是耶稣去到天顶的至圣所呢是不断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因为地上大祭司人有软弱有罪伊1年一届就甲伊母甲就要害去但是耶稣伊无软弱，伊嘛无有罪，所以伊当随时不时特时到上帝至圣所施恩宝座前，为咱罪人来祈祷，求主的赦免。所以伊通过迄个布帘，就是进到幔子的后面，迄个幔子的后面就是至圣所，到上帝面头前。然后耶稣伫做咱的先锋做咱的先锋先锋，伊的意思呢，就是军队的先头部队拍头前的拍先锋的就是咧做第一线但是伊的意思不是只有讲走伫头前，伊个一个意思讲伊咧头前行，后壁嘛咧报路伊的报路知影讲安怎来对伊行这条路所以有些是真的开拓者，开疆辟土，将这个路互咱会当清楚来行。所以耶稣已经替咱立到天顶的至圣所嘛不是只有1年一道，是不断的建立。所以咱伫前天有看到这个图，这是伫地上的这个信会幕
外院、内院。内院内底呢，就是圣所，跟至圣所，这规个加起来叫做会幕。圣所至圣所中间有一条布帘，这个布帘就是扎起来，未透光的。所以内底规个是乌的，但是内底的光不是外口的金灯台，内底的光就是约柜家己所发出来的光。内底嘛无需要人去内底拼，去内底服侍。内底就是充满上帝的同在，充满荣耀圣洁。所以咱嘛迄间嘛讲到大祭司安怎做这个事，耶稣伫天顶就亲像这个祭司大祭司一样，伫天顶嘛要做这个代志。但是这个步骤拢已经通过耶稣伫地上的顶十字架受鞭拍，甚至去互人气杀，互人抬，等等遮互人剥伊的衫。拢已经来完成大祭司的事，一届就拢来做完了。所以咱伫明仔第7章先说讲，咱明天第7章要看规章，拢总28章，所以鼓励咱大家先看完再来参加。所以咱今日这段的圣经对13章到20章，看到讲上帝甲亚伯拉罕应允的时，都兼什么？兼咒詛。第二个就是上帝有应允。第二个，上帝伫应允的顶面，佮加添咒詛。然后第三，安尼做呢，就是为着咱，然后佮互耶稣做先锋，做先驱，先到上帝遐，上帝的面头前啊，上帝是通过布帘到上帝面头前。所以上帝甲亚伯拉罕这个应允呢，伊用咒詛指家己的名。然后伊要讲的就是我一定要祝福予你多子多孙咯。然后上帝的应允的亚伯拉罕呢，就是耐心等待，伊真正有等有着生着家己的囝，就是以撒。伊嘛买着地得着迦南地就是伊的某过身的时伊来买。然后伫上帝的应允顶悬，搁再加上咒詛，就是用做保证。证明伊讲的是真的，然后互人无搁需要搁去争辩毋免搁吵，上帝上大，伊讲的上准神，然后伊嘛袂改变家己的计划，伊嘛袂讲白插，就是互咱遮的要追求上帝，来解决问题的人受到激励，要掠掉即个已经早就伫咱面头前的5万。所以为着咱这个5万，耶稣做先锋，头前在开路，后尾甲咱带路，互咱有这个5万亲像性命会定，会当安全、可靠、搁坚固。然后像耶稣，咱嘛会当有一日通过天顶圣殿的布幔，有一日咱嘛要经过迄个布幔，亲像大祭司到内面的圣所，就是至圣所，要去见上帝。所以这已经第4章15节16节4章16节，咱已经会当勇敢好胆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然后这位耶稣叫麦基洗德，就是明仔开始要讲的，讲到这个人要做应允的大祭司。所以上帝应允亚伯拉罕，上帝应允伊有咒詛来做保证，然后上帝应允的耶稣做咱的先锋。咱就要从亚伯拉罕掠掉耶稣，掠掉这个应允。所以上帝应允是用家己的名来咒詛起誓，然后一定要祝福予亚伯拉罕。所以上帝同款嘛，一定要祝福予所有信伊的人。所以耶和华祝福满满，咱只要相信伊的话，就是祝福满满。然后亚伯拉罕耐心等待，真正得到应允。咱若有相信上帝的话，咱嘛会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满满。然后上帝应允伊是有咒詛的，咒詛是要来了结各样的争论。咒詛甲应允这是两项袂当搁再改变的事。然后互所有追求上帝保护的人，拢得到鼓励，而且这个鼓励毋是普通的，是强国有力的鼓励。所以上帝应允耶稣做咱的先锋，这个应允的亲像灵魂的钉，坚固可靠。然后，互咱有5万，这个5万家己已经去到伫天顶的圣所，所以咱嘛对当对伊的路去，所以互耶稣要成做永远公义的大祭司，
今日的根据6章18节，这2件事是不能改变的，因为上帝不会撒谎。因此，我们这些寻求他庇护的人，深受激励，要抓住那摆在我们前面的盼望。他的应允跟历史这2项拢未改变，因为他未讲白插，互咱这会逃避去求伊保护的人，会当得到真大的激励，通持守迄个伫咱头前的望。愿咱通过今日这段的圣经，咱会当有得到激励，得到帮助，更较有信心，抓住上帝应允，甲上帝用家己的名来救抓所要互咱的祝福甲满满。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愿意将你的天顶的恩典享受予伫地上卑微的人，总是你看人是尊贵的，因为人是用你的形象所创造出来。有时阵，阮真正看无家己，看轻家己，但是感谢主通过耶稣，互阮的性命搁一摆来得到坚固。知影阮是上帝看做宝贝，耶稣愿意为着阮的罪来死，耶稣也甲阮保路，互阮知影，阮嘛会当真做尊贵的大祭司，阮会当去到伫天顶的至圣所，去到伫天顶上帝施恩宝座前，要来领受上帝互亚伯拉罕大大的祝福，不管是真做属灵这个产业，还是要得到属灵的囝儿做产业，拢要互阮的恩典祝福满满。愿是阮的主上帝，搁一摆坚固阮的信心，也教阮三个弟弟，阮这个时阵也要为着阿贤兄曾受主你的金条已经刷伊伫世间的路口，也愿上帝看顾阿芬、嘉恩龙、嘉应甲龙恩因全家拢会当得到安慰甲鼓励，也特别为着树理节昨下晡的车祸，甲即马的开刀顺遂甲恢复，拢会当真顺利。也为着地牧师今日要去到伫病院来做最后一摆的即个玻尿酸才会帮伊会当带来利益甲帮助。看顾阮众兄弟姊妹，搁为着志鹏小组长，为着洪昭杰伫身躯拄着软弱的，拢愿上帝，你互阮抓着你的应允，甲你所要互阮的祝福，互阮更较有信心来倚靠你。阮伫主面前，同齐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倚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好，大家平安，多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拜拜。拜拜。